请走吧。全地堂耶和华出欢喜的声，领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着用感谢立伊的门，用俄乐立伊的院，着感谢伊，俄乐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世间真人拢着听情，天生徛伫伊面前，学伫歌路世间小事。上帝降临伊的圣殿，咱着敬拜心平安。请咱做来吟圣诗152首。我来朝见你，救赎我的主，请咱起立吟全首。
请咱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的倒活，永远的活命。阿门。那这请坐。请咱做伙来启应。启应文24篇，所行完全遵传耶和华的律法的，这号人有福气。遵守伊干净的话，专心找伊的，这号人有福气。少年人着用什么来清气伊的所行？是着照你的话来说字行。我专心找你，求你毋通互我迷路离开你的诫命。我将你的话放伫我的心内，免伫我得罪你。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我的心神因为忧苦来消扬。求你照你的话，互我勇行。求你互我离开奸诈的路。将你的律法允许我。求你互我的目睭越走无看虚假。搁互我伫你的路中来往。你的话将我救活。我伫患难中对这个得到安慰。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因为要互我学习你的律例。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就早早伫我的苦难中被亡人。我爱惜你的律法到怎样啊？我同日静静想，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你的话一个开拓就发出光，互憨人通达。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你的律法是真实。阿门。接下咱得来吟圣诗462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请咱坐咧吟全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了心天命地，我让满足人在罪，稳定绵绵气息。
名的话，因为我名真大。上帝的话，我名的话，带咱的到永远。阿门。请咱做位压头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主你是信实的主，你是永远的石盘。除你以外，阮无别个倚靠；除你以外，阮无别个拯救。恳求主，带阮创造清气的心，互阮的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亲爱的主，感谢你伫阮当中做奇妙的工作，求你持续引带，互阮得来亲听你，帮助阮无论拄着偌大的艰难困境，拢相信你要将生命的道路指示阮，因为你要应允阮讲，只要阮求，就要互阮找，就要拄着，拍门就要甲阮开门。求主赏赐阮得胜的信心甲勇气，因为无有任何的事务甲关系会互阮甲你的疼来隔离，这是阮所深深相信的。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名，阿门。上帝的永歌，就是拄起世界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的永歌，就是拄起世界的罪，求你怜悯我。上帝的永歌，就是拄起世界的罪，使我平安。学乐，请新歌队。你
请咱做伙来强守上帝的话。咱先来看旧约圣经约书亚记23章14节。看，我今仔日要行世间人所着行的路，恁一心一意在耶和华恁上帝所应允赐予恁的话，无一句漏空，拢应验伫恁的心上，其中无漏空一项。请咱再来看新约圣经罗马人书第9章第1节到第6节的头。我踮伫基督讲话真实，无白贼。我的良心伫圣神甲我三角做见证。第6节，毋是讲上帝话废去，讲到上帝话无空空，请真无书。亲爱的姊妹，大家平安。伫咱要领受上帝话之前，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早伫地，今仔伫地，将来也永远伫地，天顶荣耀的上帝，阮来敬拜你。早前你对人类讲话，今仔日你嘛要对阮讲话。你的话是信实，你的慈爱到万世代。愿你伫今仔日。找起你的圣心，将你的话放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内。主啊，你的话何等的宝贝，是世间人伫黑暗中行路，脚前的顶路上的光。主愿你的话受听见，也听见你的话的人恭敬幸福。互阮无计较，因为伫今仔这个时代，真侪人用家己的理智、想要爱，来重新解说上帝你的心意。愿你怜悯帮赞阮，互阮伫你的面前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主愿你的话受敬畏，也愿敬畏你的人，因为生命中间就得到智慧。愿伫你的面前恭敬听，恳求圣神对阮讲，祈祷我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仔日是一年一摆台湾神学院的纪念主日。咱每年拢有3摆伫神学教育中间来做神学教育的反省，嘛参与。咱毋敢讲咱要反省三间神学院因的神学教育的工作，毋是。我要甲咱分享伫今仔日礼拜，为什么咱要用上帝话做中心？因为今仔日的台湾需要有健康的神学教育，因为神学教育最重要就是提供一个有灵性。而且是深思熟虑上帝话的解说。第二，咱虽然是美式，咱毋是亲像神学院的老师受真深的神学教育，但兄弟姊妹毋免惊，咱甲这神学院的老师同款，咱嘛会当读有上帝的话。所以要甲兄弟姊妹讲，但只要保持一个敬虔、亲像囡仔。圣洁单纯的心，咱嘛要有关甲这神学院的老师同款，拢担着上帝话语的甘甜。咱要为着神学教育来奉献，咱嘛要为着神学教育来祈祷，因为台湾的教会将来深深受到这个神学教育的影响，神学教育嘛会影响台湾的将来。20世纪，全世界的教会因为某一种思考的这种的思潮、思想的潮流，所以全世界主流教会其实拢退步，主流的教派多数拢失去了一半以上的会友。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对上帝话的态度改变。愿主怜悯帮助咱。智慧袂通互人认捌上帝，独只有敬畏的心，人才听有上帝的话。所以伫今仔日个礼拜，我要甲兄弟姊妹，咱伫咱的生命中间讲，主你的话无空空，我要敬奉你，
伫我的一生的中间。主你的话要互你的囝儿、你的查某囝，阮的家庭有望望的人生。愿天父上帝听咱伫今仔日的祈祷，咱有份伫神学教育的大道，奉献毋是上重要，当然足重要，但是更较重要是为着所有的神学院来祈祷，因为神学教育如果若是无清楚，就青梅带青梅。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开始伫对信仰的反省。伫10月30日礼拜日，牧师甲咱分享即个宗教运动内底，咱的信仰的前辈加尔文。加尔文是一个影响全世界足要紧的一个人，因为伊伫个信仰中间讲有一项，就是讲读圣经的权威性。圣经是我一生中间最重要的根基，伊甲路顶马顶同款。上帝的话就是我的立场，上帝的话就是咱建立教会。无论我读有读无，无论人安怎解说，我永远敬畏，因为这是上帝的话。虽然检测因为翻译的版本无同款，检测因为过去人口传了后留落来的文字的版本会有无同款，致到人怀疑讲圣经敢有影完全正确。兄弟姊妹，咱毋免烦恼。上帝话确实是一点一画，拢永远袂改变。愿咱伫上帝的面前，咱继续这个业未完成，教会的德性、教会的建造、教会的圣洁。因为2000年前是安尼，今仔日嘛是安尼。因为2000年前教会耶稣有责备启示录7间教会中间4、5间的教会。伫咧中间，耶稣讲：恁失去了起初的听心，恁世俗化，恁用错误的教义来教育教会，恁耳空轻听外面的，才会做无正确的教义。耶稣艰苦心的事，通过使徒约翰，伊提醒初代教会一直到今仔日。其实咱若看遐个圣经的记载，咱就知影2000年来，其实教会犹阁无完全。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用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有2种，一种就是已经写起来，放伫咱礼拜堂中间一本册；，佮有一种就是上帝所讲的话，就是圣神继续伫咱的心内，通过这本册咧讲互咱听，毋是通过牧师的讲道尔，嘛毋是通过神学院的老师的解说，是通过亲自将这个话放伫这个世间的上帝伊的灵。继续伫咱的中间来对咱讲话，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坚持。500年前加尔文以及宗教改革咱的信仰的前辈，因讲到5种的坚持，其中的一项就是圣经是绝对的，地上所有智慧袂通赢过上帝的话，足单纯，读有也好，读无也好，谣言也好，怀疑圣经所讲的敢有合情合理。只要那是上帝，我敬畏上帝，所以我读无的话，暂时放伫我的心内，让上帝继续来对我讲话。所以听的姊妹，今仔日牧师要甲咱分享的，就是上帝的话无空空，咱嘛毋通捆绑上帝的话，也毋通主动圣神的感动。上帝应允所讲出来的话，伫约书亚、伫撒母耳、伫保罗，今仔日嘛要伫咱的中间。咱的人生嘛要因为上帝的话，所以无空空。咱的教会的起头是伫约翰加尔文，对伫瑞士日内瓦开始。伊一生最重要就是推动神学教育。加尔文对全世界最大的影响就是神学教育。伊所建立的学校到今仔日还伫咧。伊伫这间学校中间，伊只有做3项代志。因为时间会无够用，所以只有真专心做3项代志。第一，帮助伊的学生会晓解说圣经；第二，帮助伊的学生正确来讲圣经，毋是青梅带青梅；第三，教伊的学生真正用伊的生命来见证圣经，就是品格。所以，兄弟姊妹，这3项代志非同小可。
咱若要做真实的基督徒，这3项就教育咱一世人的学习。我安怎了解圣经？外面的人讲啊，足好笑的圣经已经退流行，但是读有的人讲是你退流行，是你读无，唔是圣经退流行。所以教会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教人读圣经。父母最重要的信仰的传承，就是带你的囡仔认捌圣经，因为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伫祈祷中间，咱甲500年前的信仰的前辈、甲天使、甲正圣徒，咱拢同款，伫这个历史的中间，继续咧进步。像咱今仔所念这条上帝羊歌这条诗歌，逐摆若咱的教会咧唱这条回应的诗歌，上帝羊歌就是带人脱离黑暗啦。我就想到咱中间离开咱的一个兄弟叫做张峰，伊是伫门口大汉的，伊的一生漂泊流浪，但是到伊晚年的时阵，伊重新回头，伊甲我讲，牧师伫教会大汉，甲伫庙口大汉的囡仔无共款，出伫一个真正认捌耶稣，虽然伊认捌耶稣时间是遐尼短，但是伊讲。牧师，逐摆我若坐伫礼拜堂，大家咧吟这条上帝羊歌的诗，就是拄起世间的人会做的事。迄句话，迄条诗歌，好亲像咧对伊讲。所听的姊妹，上帝的话是多有权柄。愿天父上帝将这个话通过圣经的帮助，互咱听有、听讲道、捌真理、行真道。这是今仔日我的结论。听讲道，捌真道，捌真理，然后一生遵行上帝的话。诗就是诗，无搭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的中间，咱甲上帝祷讲，主啊，求你帮助我，互我一生无空空。今仔日，咱对圣经内底有一个祈祷的应允，伊讲上帝话无空空，意思就是上帝伫圣经中间所记载每一个应允。伊互古早人，伊互圣经内底的人，伊嘛要互咱。兄弟姊妹，上帝话无论你有同意无同意，伊绝对无失去伊的真理性。原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嘛安尼承受讲，主啊，你的话是信实的，信实这个字叫做阿门。主啊，你的话是阿门的，伫到万世代，主你所应允我的无空空。也愿上帝祝福在座兄弟姊妹，祝福恁一个满足的人生，满足的喜乐，是一个无空空、无彩工。因为真侪人一生车跋变到年老，伊感觉啊，我的一生实在无彩工。愿天父上帝将这种的遗憾对咱的家族摕掉，对咱的教会摕掉，对咱的人生摕掉，互咱伫主的面前，咱不做虚功。因为咱的上帝是一个无做空空的、不做虚功的上帝。我们的神不讲虚话，我们的神不做虚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的人生。今仔日我有2个主题要甲兄弟姊妹来分享。第一，唔通计较，要敬虔，要谦卑，因为上帝无讲虚话。兄弟姊妹，逐摆灵修的时，安静，用你的心听圣神的话。逐摆做礼拜的时阵，安静，拍开你的心，听圣神伫礼拜中间对你所读上帝圣经的话。上帝的话是信实的，伊永远袂改变。经过65年的人生，对我的父母教我读圣经，我一生真爱读圣经。我无发现圣经内底有任何一个所在，对我的人生所认捌的真理有甚物冲突。检猜我无够价智慧，但是我相信上帝的话就是安尼。所听的姊妹，好唔好？咱做伙伫上帝的面前，咱甲上帝祷讲：主啊，检猜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愿你的话互我得到光，愿你的话带我脱离黑暗的关系。今仔日这句话是一个伫要死去、要离开世间信仰的族长约书亚。
约书亚伊伫以色列人中间真要紧的一个信仰族群的领导者。伊伫摩西的身边，到摩西离开世间，摩西将伊手中的管，将伊迄个权柄，将迄个责任交予这个少年囡仔。因为这个少年囡仔伊的信仰中间有一种真特别的态度，是其他的人无的。伊敬畏上帝，然后伊尊重摩西，伊敢伫摩西的面前讲实在话，但是伊实在尊重上帝和摩西的领导权。这个人唔惊世间的关系，所以当伊去探迄个迦南地的时阵，伊对的是为因两个人，甲讲咱勇敢来去，因为上帝所应允咱的地。兄弟姊妹，约书亚到伊要离开世间的时，伊知影家己的时间到，伊甲伊身边的亲人兄弟姊妹，伊甲因讲：恁着专心专意认捌上帝的话，恁着专心专意听捌。这个字叫做亚大，亚大的意思就真清楚认捌。这个字知影，专心专意，伊的意思就是用你的理性，佮用你的感情。专心专意是这个意思。一个是用你的理性，一个是用你的感情来认捌上帝。伊讲上帝所讲的话，无一句空空。兄弟，你相信吗？你相信吗？如果你若还有疑问，免烦恼，但是你伸出你的手，你甲主讲，主我的心还阁有困难，我某一个迄个结也未拍开。主你看我的手，主你开我的目睭。上帝是永远咱带着疑问来就近伊，因为伊是光。既然人就近光，黑暗就离开。所以约书亚伫这个所在讲，上帝所想述恁的话无一句空空，上帝所想述恁的应允嘛无一句空空，拢要应验伫恁的生命中间。应验这个字是进入。进入你的人生，进入你的口碑，不是进入你的生命的杯。上帝的话要进入咱的人生，每一个日子要进入咱的家庭。阿们嘛！咱甲咱的上帝讲，上帝，我深深相信，你的话既然讲出，无一句讲生笑。你的话若讲出，我就照安尼来听候。所以上帝的话无空空，就亲像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嘛无空空。保罗原本是看轻耶稣，保罗原本是看这阵军队耶稣的人是一种宗教热情取笑，所以保罗对这个新的基督徒违反犹太教的人极其不满。但是当伊认捌耶稣基督了后，保罗一生为着十字架征战。伊讲我所传的拢是实在，我诚实讲话，因为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无空空，伊无白白死伫十字架顶悬。啊，这就是个意思。耶稣无白白死伫十字架顶悬，虽然伊死，但是毋是绝望。所以保罗看见伊怎样3日过活，所以知影耶稣基督十字架是无空空，所以人的生命嘛的确无空空。啊，这今仔日个礼拜，咱应该有这种的仰望伫主的面前讲：主啊，感谢你。对今仔日开始，阮的家族、我的囡仔到代代，阮无要生活伫迄个自卑感、绝望、孤单的中间。主啊，你是我的主，啊，即你爱这种满足的人生嘛？你其他有这种丰盛的人生嘛？你敢有为着你的人生感觉好亲像使不上力，感觉真空虚、真冷静？兄弟姊妹。如果若是安尼，拄拄就是咱应该倒来到上帝的面前，重新降服，重新出发。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因为逐种天顶的祝福，逐种属灵的恩赐，拢是上帝予咱的。父母极家上济会当予咱，就是家业、产业、财产。父母上大会当予咱的，就是伊甲咱栽就的甲咱栽培的财情，甲伊留予咱的产业。但是上帝伫天顶为着听伊的人所预备的，是超出人类的认捌。
圣经讲，就是天顶各种属灵的福气。恁会记得顶礼拜牧师甲恁分享这个福气这个字叫做 eulogia 这个字，就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智慧。这个字足有意思，好的无比的智慧。eu 是好 ，logia 是 logos， 就是上帝的话啊。上帝的话，若将伊的话放伫咱的心内，咱就成做一个极有创意、有智慧的人。免钱，免银，求就互咱，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好得无比的智慧。愿天父上帝不只将伊的话互咱，好得无比的圣灵，会有大摩尼啊。顶礼拜牧师嘛是甲恁讲这两项，伫咱的生命中间需要有一个清气的神、清气的灵，阁有咱需要上帝大有关联的话。所以保罗才讲，我传福音互你，毋是用智慧婉转的话，我无爱用高言阔遐的大志，用世间人咧讲的遐个过头华丽的智慧铁塔的话。我用足简单的话，因为上帝的话本身简单阁有力。主帮助咱认捌伊，上帝所予咱祝福是一个好得无比的祝福。所以保罗才会讲，在耶稣基督里是好的无比。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你们拥有一个好的无比的人生。啊，你若为着你的囝儿、查某囝求将来的姻缘婚姻，你就甲上帝祷讲，求你赏赐我的囡仔将来有好得无比的婚姻啊！会当安尼祷无？当然会当啊！因为咱的上帝本身就是好得无比的，所以上帝会将这种 Macarius 就是八福内底咧讲，好水无比，极其宝贝。愿天父上帝帮咱，今仔日的圣经的金句，约书亚是咱的旧约的圣经，今仔日的圣经。咱伫今仔日的圣经中间，阁有一个，就是保罗伫罗马书中间讲，我要讲实在话。因为上帝的话无空空，上帝的应允无空空。但是我甲解说有啥物真唐突？保罗伫伊的第9章第6节的第一句就讲：上帝的话减有空空吗？是因为犹太人看轻上帝伫历代中间对因的应允，对亚伯拉罕、对以撒、对雅各，上帝早就将这个家族的应允给因，但是你阿妈棍听无要照安尼行。所以上帝收回迄个应允，所以保罗才会讲上帝应允敢有空空？若有空空是恁毋知宝贝，毋是上帝空空。今仔日金句伊咧讲起撒母耳，撒母耳伊家己的成长的最后人生的回顾，这就是伊的生命的告白。伊讲细汉囡仔撒母耳渐渐大汉，足水的话，台湾白话字的圣经翻译是。渐渐大汉，你伫和本圣经读无即个渐渐，持续了，渐渐的意思就是持续不断的成长。伊讲囡仔渐渐大汉，第一，上帝甲伊伫地；第二，上帝和伊所讲的话无一句空空。这个意思就是讲，伊是一个先知，伊若奉主的名所做的工、所讲的话，拢无空的。当然，这是指伊一生的中间，伊无做虚功。但是，佮回头来讲，这句话嘛是咧讲起撒母耳的一生，伊经验到一个不虚此行、没有遗憾的人生。我真爱这句话，我嘛带互咱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咱的家族、咱的家庭、咱的一生无空空。咱甲主讲，主啊，我的心嘛无空空，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不断充满伫我的一生的中间。第二，我要甲兄弟姊妹来讲起，耶稣的教会必须要尊敬上帝的话，耶稣的教会必须要是听讲道、捌真道，佮尊叹上帝的话，因为耶稣几啊摆讲，恁着照安尼去行。耶稣几啊摆伫伊讲道教示了后，最后伊讲上帝话已经应验伫恁的耳孔，恁就照安尼去行。耶稣设立了教会的仪式，甲伊的门徒洗脚。伊讲我是你的老师，我是恁的先生，我就安尼做。
你嘛照安尼去行。所以亲爱的姊妹，听讲道若无照安尼行，是无采工。所以听讲道认捌真道，嘛爱行出来，照上帝的话。所以兄弟姊妹，活出上帝的话。恁会记拄则牧师甲恁分享加尔文伫伊的神学教育内底，只有教3项课。第一，教伊的学生会晓解说圣经，毋是黑白解说。就亲像保罗甲提摩太讲，你要按正义真解真理，照正确的艺术来开帖、来切割。这是上帝的话，这是该杀的话。照正确的意思来解说圣经。第二，讲会清楚。一个真正上帝的话改变的人，伊才有能力解说清楚、深入浅出，真简单来解说，互伊的囡仔听。第三，伊的囡仔知影伊所讲的大道理，真正是大道理，毋是讲的。伊知影因的爸爸是伫人的面前是安尼，伫人的背后嘛是安尼。今仔日的世间有真侪时阵，老师伊家己伫讲台顶管讲的，伫伊私底下生活无在了安尼做。今仔有真侪家长要求伊的囡仔安尼做，但是伊家己嘛无能力安尼做。主人民帮助咱，互咱会当伫主的面前，互上帝的话，诚做咱的家族，诚做咱教会地基。所以拄则开始，我甲咱讲，咱毋是神学院的老师，咱免烦恼讲啊，牧师，阮要安怎会晓解说圣经？免烦恼，只要单纯的相信，单纯的囡仔，上帝嘛会亲自解说互伊听，你相信吗？你要读足一深深的神学的册，圣经也伫咱的内底，连囡仔都知影国王无穿衫。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恁的家庭。是真正好上帝为祝福的家庭甲教会。咱来回顾伫启示录第2章、第3章，伫遐讲到7间的小亚细亚的教会，其中有4间教会，比如讲别加摩教会，互人家伊叫做信用偏差的教会；第二推雅推拉教会，互人讲伊是宽容错误教育，就是讲这个世间讲真侪似是而非的道理，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咱就甲世间讲阿门。但是耶稣讲毋是啦，你看安尼讲阿门，迄是错误的话，不是只要你喜欢，什么都可以。无上帝的话是是就讲是，毋是就讲毋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撒狄教会伊是一个世俗化的教会，无灵命的教会。罗地教教会伊是一个价值观念错误，或者我无真长时间解说，但是这几项代志。2000年前是安尼，今仔日嘛是安尼。将来我相信嘛，真侪时阵教会拢有犯着这几项，会引诱、迷惑甲错误，信仰的偏差、价值观念的错误、宽容外面的世俗化，家己内面高大、青眉、妖高。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将咱的教会搁直接摆伫主的面前。咱嘛为着神学教育来祈祷，讲主啊，求你帮助你所竞选、阮所尊敬的3间神学院：台湾神学院、台南神学院、甲玉山神学院。主啊，求你我由伫我所有尊敬的这神学院院长甲老师，主互因充满属天的智慧，伫这个黑暗的世代，会当真侪光明的灯来引传阮所交代因的这神学生。愿天父上帝帮助。保罗伫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9节，又讲起提摩太，我的囝，伫你的一生中间，都爱真正照正确的意思来开听上帝的话，毋通捆绑上帝的话。因为今仔日伫初代教会中间有真侪异端、假先知，其实因是假借耶稣、假基督，这真侪错误的教育。保罗甲伊讲，但是上帝的话无受捆绑。这句话意思是讲，我今日写批互你，我是一个受关伫监狱的人。
罗马帝国会当关我的身躯，但是罗马帝国袂当关我的灵魂。罗马帝国会当甲我关伫监狱中间，但是罗马帝国无法度关我的喙中间的真理。兄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保罗咧讲起，这个世间的君王袂通捆绑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基督徒嘛袂使消灭圣神的感动，是这个意思。所以兄弟姊妹哦，恳求圣神帮助恁，帮助我，咱做伙永远无阻挡上帝的话，哪怕是咱一时安尼上过随便放纵、褻渎，看上帝的话无够重，求主怜悯帮助咱一生无阻挡上帝的话。求天父上帝帮助，因为咱的主耶稣伊讲，是就是是，毋是就是毋是。也因为主耶稣的话，也因为上帝的话，所以咱伫这个世间分别出来，分别做圣，因信称义，咱无共款。也这有影吗？主啊，我拄相信你的事，也要搁甲世间共款。来，主啊，求你帮助我，日日改变，互我愈来愈无共款。所以保罗伫今仔日咱所读新约的经文。伊讲伫耶稣基督的内底，我讲实在话，我无讲白贼。现在这句话非常的重要。上帝主耶稣基督的保护高活恁的嘴，好无？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开始，咱的话无凊彩讲，无随便讲，无胡白讲。对今仔日开始，咱的话是圣洁的，独独只有讲上帝所欢喜的话。求天父上帝帮助咱。这就是保罗的态度。保罗伊一生安尼坚持，伊坚持代表主耶稣，将主耶稣的十字架，将上帝的话，圣经讲传到全备啊，交臂，无胡白解说，完全。愿天父上帝帮助普天的教会拢心中，互上帝的话伫教会的这段中间，代表耶稣基督，代表上帝。主帮助咱，原来这个世代其实伫20世纪的下半的50年，全世界的神学教育内底出现两个真要紧的思想的潮流。第一就是自由神学，第二就是批判神学。无时间通解说，嘛无需要上过甲恁讲上济，免得恁有当时啊说无专咧听较无去。但是伫1960年代，全世界兴起这两项圣经的批判，特别批判神学的内底有分高低，高等批判神学，几乎否定圣经的权威性。我无真长的时间解说，但是我要甲咱讲，有时神学教育会将教会带偏差。自由神学有优点无？有。自由神学有祝福当时的教会无？有。但是自由的神学中间有一项较无够，就是太抬举高估人的主张，批判神学太贬义圣经的绝对性。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因为这句话早在2000年前，保罗就已经看见。保罗对提摩太讲：荒谬无凭的话语，你唔通听。台语改翻做无影无食的话，免听，好水无？白话字圣经改翻做无影食、无影无食的话。今仔这个世代有真侪人死，安尼咱讲大话新闻啊，啥物都讲，想到遐讲到遐对啊讲，毋对啊讲，无影无食的话。今仔有真侪话，其实是用来辩论的，毋是真理。愿天父上帝帮助。因为保罗讲，毋免甲遮个人辩论，因为辩论嘛袂通互你真正明白上帝伫恁的信的顶悬所设立的诫命。意思就是单纯相信上帝所设定的诫命，安尼就好。我毋是愚民政策的主张的牧师，毋是，但是我深深相信，上帝话绝对不是愚民政策的诫命。所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会当享受，毋通消灭圣神的感动。
嘛唔通阻挡上帝的话。所以，如果教会若有用宽免的信息来讲的时阵，欢喜听嘛听，无欢喜听嘛听。愿天父上帝帮助，在座兄弟姊妹，当咱无消灭圣神的感动的时，你就有福气。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咱倒来到启示录7间的教会中间有2间教会，愿这2间教会真做咱教会的模范，至始尽忠。属梅那教会，耶稣学了这间教会，讲到死都尽忠，面对着宗教的迫害，付出生命的代价，因嘛愿意。哈利路亚，属梅那的教会，哈利路亚，属梅那的教会啊！兄弟姊妹，愿咱的心，伫到咱见上帝荣耀的面，一生的坚持。第2个教会就是腓立特会的教会，耶稣学了伊讲。你略有一点力量，也遵守我的话。兄弟姊妹，教恁的囡仔，亲爱的青年，恁的父母若用上帝话甲恁教，恁就爱听，顺服。唔是顺服你的父母，是顺服上帝的话。略有一点力量，也遵守上帝的话，没有弃绝上帝的名。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亲像腓立特会教会。亲像属梅那教会，腓立特会这个字就是有爱、兄弟相爱的意思。英语的名，希腊句是迄个意思。所以，愿咱的教会也真做一个彼此相听的教会。最后的结论，牧师要甲咱鼓励，愿咱听牧师欢喜的鼓励，谦卑听讲道，认真就捌上帝的话。照上帝话去行，阿免嘛。咱做伙来祈祷。主，愿将你的教会恭敬交行伫你的手中，求你掌管。教会头是耶稣基督，教会地基就是上帝真理。你伫起头所讲一切换命的话。人民愿，人民愿，人民愿，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请咱用圣诗484首1调来应答上帝的听。请咱起立，吟全首。咱悲伤的人，甲咱三当行，虽有万回行行，全部相处最工无是听，真正着真正，世就会开来，我可是。请坐。今仔日是台湾新人医的纪念主日，咱要先请咱倒数2年级陈雅欣同学来请安报告。大家平安。哦，徛咧遮会紧张吼。好，我先自我介绍者，我是陈雅欣，即马是2年，我是溪州教会的青年，吼，所以会用借即个机会，转来中华请安报告，转来厝恁一热吼，真欢喜。我今日要做淡薄小小的分享甲见证。我是溪州教会出身的，吼，安尼我即马26岁，前2年才入去神学院。入去神学院了后，读足侪神学的册吼。毋过我伫教会24年，其实无读过啥物神学的册。我读的就干那一本尔，叫做圣经。吼，我一入去的时阵，有的人听过足侪老师的讲座，有人看过足侪神学的册哦，我足错的，我感觉足菜鸟的安尼吼。毋过总是这1年半。上帝的稳定甲上帝的赏赐，伫遮中间1年半的时间，我感觉我无比人较差，我嘛拢无欠缺，因为遮的册拢是为圣经因所领受的、因所写出来的解说。所以，迄时阵咧读册，有一届老师经过我的时阵，问我最近好无？咧期末考的时阵，我甲老师讲，老师拢无时间看册。老师甲我讲，看册敢是上重要的。伊讲你有读圣经无？吼，所以阮伫神学院毋是干那咧看遮个册尔，遮个册确实伫神学教育顶悬有真重要。若要继续读，若要准备做神学教育的老师是需要的。总是有一本上重要的，就是圣经。吼，所以上帝会亲自为任何所在，只要上帝话会到的所在，伊就会兴起伊的工人。所以毋免读足侪神学的册，才通读神学院。只要上帝的话伫恁的内底，上帝的呼召有够，咱就起来回应上帝的呼召。搁来第2个要分享的是，我去神学院已经有准备好嘿，过来爱读足侪册，总是有一件代志是我无想到的。就是去读神学院，刚有短3年的时间出来，就爱做传道人。吼，伫这3年中间，上帝会足大力的去调整咱的生命。吼，因为只有3年的时间，阮出来，就爱讲道，爱牧养，遮上帝若拣选，上帝会亲自管教，会培养，要成做上帝要使用的人。所以伫这1年半中间吼。
若真正就认真咧读上帝的话吼，毋是干那咧读神学的册，会发现足侪人的性命伫短短的时间内底，上帝不断咧调整因，吼，咧甲因干那咧摔跤无吼，啊，上帝伫遮的中间调整，甲祝福放落，佮调整，佮甲祝福放落，亲像。我大学的时阵，我的小组长甲我讲，你爱互破碎。我迄阵听无，我讲一个基督徒安尼好好，为什么爱互破碎？总是阮生命中，我啦，佮有足侪人，阮生命中有一寡物件，敢若是藏咧地基内底，是藏咧墙内底吼。迄毋是阮有法度摕出来的物件，总是上帝要破碎，遐愿意护着伊的人，毋过上帝会重建。迄个伊所欢喜的圣殿，所以我感觉要读神学院，毋是干那准备心要读册尔，爱准备心要互上帝来调整伊的生命。吼，过来我要讲神学院的见证。我是为一个老师甲阮食饭的时阵，伊甲阮讲的。因讲阮即马神学院拢有教育部立案，吼，啊，迄个教育部立案的人来看的时阵，拢看教会资料，看神学院的资料讲。啊！你欠钱欠遮济，几千万安尼咧欠的，总是因摕以前的资料，互迄个人看，哦，每一年拢是安尼欠的，这拢是上帝的祝福，吼。所以因其实看无神学院到底咧创啊，欠钱欠安尼，人大学拢咧趁钱，敢若恁安尼逐年欠，逐年做，逐年欠，逐年做，而且看到需要，搁爱继续扛落。像阮近2、3年重建3间的宿舍。因为拢是50-60年的老建筑，吼，总是遮有足侪兄弟姊妹奉献冷气啊，奉献家具。虽然共款嘛是有欠，总是上帝的恩典有够额。阮嘛知影，安尼恩典是对全台湾，甚至有国外的教会愿意奉献转来伫台湾，为着咱的神学教育，毋那是读册。嘛有建筑，逐项的资源。啊，最近因为现场的课愈来愈侪现场的，吼，所以嘛开始准备，有的老师开始要开搁较侪课，是互全台湾的信徒，毋管是会用到现场，还是会用伫现场做伙来领受的吼。所以阮即马学校是咧准备搁较侪信用的课，要互大家做伙来上。啊，遮拢需要搁较侪资源。啊，阮知影遮个恩典来对逐教会来吼，我来感谢大家的关心、奉献甲代祷。毋过我莫感谢伤济吼，愿上帝纪念咱所献上的一切，无论是服侍、是时间、是金钱，也是关心吼。嘛，邀请大家继续为着神学院来祈祷。因为像头拄仔讲的，一个新学生出去爱牧养一间教会，毋过总是爱有教会、新学院才能继续有新的新学生。好，以上是我的分享甲见证，谢谢大家。亲爱的，这迄个亚因的爸爸妈妈阿公拢是长老吼，是祈求教会，咱拢真熟真疼上帝的长老，咱真欢喜因的家庭囡仔会通愿意来成做上帝的工人，咱真欢喜今仔日因代表教会来甲咱请安伊所甲咱分享的见证，甲咱所分享的见证。就是互咱看到神学教育的重要。神学教育就亲像我拄则甲咱分享加尼文，伊栽培神学生。其实在加尼文所栽培真侪神学生，中间有一个叫做 John Knox。加尼文的一个学生叫做 John Knox。我有甚物要讲即个人？即个人就是苏格兰教会开始的创办的真要紧的神学家。若无John Knox，可能咱今仔日就无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因为咱的宣教的历史是对苏格兰第一个来到台湾，所听这咱今仔日咱有机会通参与两项代志：第一，继续为着神学教育来代祷；第二，恁有感动，咱会通为着这个学校来奉献。好，
咱来准备奉献。这请坐，平安礼请曾牧师。所听这咱用这条诗歌来做咱的祈祷。伫网络顶悬的兄弟也所听你，愿主耶稣的听，叫做咱过来这礼拜的生活的开展，也所听咱。耶稣听你，愿主耶稣的听，坚固咱的生命。愿主耶稣的听，赏赐咱开展。耶稣永远听，恳求主耶稣用伊的听。拯救咱脱离黑暗的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耶稣的听就是咱生命的开展，因为求你，耶稣永远听你。亲爱的，这咱甲咱身边的人讲，耶稣听你。愿主耶稣的听，无论伫什么所在，甲咱所有兄弟姊妹三甲地地。特别愿主的听，保守伫即礼拜身躯欠爱的人，真好兄小袁甲怡珍因拢确诊应该真紧就会倒来。上帝帮助咱，无惊吓，互咱恢复开力伫咱要祈祷，咱做伙来祈祷。
专为着确诊的任何校园遗精，以及身躯欠安的阮的兄弟姊妹，主恳求你怜悯帮赞，互因伫处理所想事医治的困难，互因紧紧恢复健康，通倒来到上帝你的圣殿，甲阮做伙敬拜你。专为着阮中间有年长的长辈，因行动欠安的事，主恳求你的天使，到伫因的厝内来陪伴照顾因。专为着所有阮教会内底身躯欠安的兄弟姊妹，特别是为着心神欠安，需要你怜悯。主你平安的灵，就是你的圣神，进入伫因的内底，除去所有黑暗的关系，互阮得到真实的平安。主耶稣，阮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亲爱的弟兄姊妹，咱今日足欢喜有特别的人客，我要甲咱介绍就是齐牧师、牧师娘伫咱头前，咱请起来，互咱大家欢迎吼。今日足意外，因为拄来我看到因行一摆礼拜堂我就甲因熟悉。伊头仔甲我讲，伊是柯牧师许牧师啦。伊讲原来就是一两年前，其实许牧师迄阵还阁伫美国的时，伊伫网络顶外，因为疫情的中间，真侪教会拢停止实体的聚会。所以许牧师因有伫因的厝内有甲其他兄弟姊妹亲人做线上，伫线上中间有甲咱教会做连结吼。所以伫迄个时阵，我有收到许牧师双人许牧师齐清辉牧师牧师娘迄个时阵我就有印象。伊讲伊已经倒来伫台湾一段时间伊退休今仔日伊对桃园来台中然后想到要来甲咱做礼拜，所以这是足特别的机会伫主的厅中间，咱会通接奇妙，通过这个网络上帝圣神的帮助咱拢做伙敬拜同一个上帝感谢上帝咱欢迎伊。嘛真欢喜，蒋医师手术了，恢复健康倒来伫咱中间咱真欢喜蒋医师恢复健康。今仔嘛真欢喜，我的二哥对高雄来，伊可能有出差都来甲咱做礼拜。愿主会听甲咱三家弟弟，每一个兄弟，上帝恩典教育咱用。咱来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咱来请生日的人，今仔日惠安有来无？有吼。咱来请生日的人来头前，咱做伙为着生日的人来祈祷。超常走去澳洲吼，游山玩水，真水。祈祷。所以咱来为着生日的人，咱同心来祈祷。祝你的囝儿伫生日的时。以爱来到上帝你施恩造成，徛伫你的面前，向你发出祈祷。今仔日所有生日的人，阮为着因来陪伴，来做祝福。自当阮来到你的施恩造成，向你发出的祈祷，无论伫什么所在，伫网络中间，伫礼拜堂中间，愿主你用你的油抹伫因的头壳顶，求主你填满因生命的杯。求你的圣神充满伫每一个这礼拜生日的阮的兄弟姊妹，祝福因恩上加恩，互因力上加力。祝你的圣神就踮伫因的内面，充充足足，运行成做因的帮助，极大的快乐到因一生的落尾。至上的天父上帝，阮伫你的面前，为着所有生日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你赏赐因圣神的智慧。互因有智慧，通食做好的生命的管家，会通尽心尽性，伫每一天甲主你同行。就亲像今仔阮所读的金句，撒母耳囡仔渐渐大汉，上帝甲伊撒甲弟弟，主啊，互伊所做、所讲、所想，上帝你的应允无空空。主愿恭敬将因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甲伊撒甲弟弟，祈祷我给他所有性命。阿门。生日快乐！秋雄生日快乐！
好，咱来请报告，好，咱来请报告。请咱做伙来看周报。顶周的聚会，请咱家己看。本周聚会礼拜9点伫礼拜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8点伫礼拜堂，青少区7点半伫教育馆，查经班伫线上还是来教会拢会使。圣港服侍后礼拜书会要请陈英宏长老，苏琴要请刘一鸣兄弟。书宪甲交代要请钟宏仁执事甲冯坚执事爱参暂停。新安讲读经表，请咱照这个顺序，逐工来读圣经。具体交通，第一本主日是咱台湾新学院纪念主日，咱欢迎倒数2年的陈雅英同学前来请安报告，请兄姐同心关怀新学教育。并且奉献甲继续带导。第二，咱教会决定伫12月18要举行特顿教会90周年的感恩礼拜，也要邀请外侨返乡共沐主恩。因为疫情的冲击，咱一直祈祷甲等待，请兄姐继续同心祈祷。这个感恩礼拜也要将咱亲像以前的跨年祷告会，除旧布新，超过90，迈向100，互咱同心祈祷，甲准备心。第三，11月27，咱要圣诞布置，请兄姐留落来帮忙。第四，12月11有圣礼典，期待要洗礼，请牧师报名，真道造就的课程。请咱继续为这个生日的来祝福祈祷。同样报告，请咱家己看，若有问题，请会计来更正。内底的事项，第一，请咱继续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来祈祷。第二，请咱继续为心身欠安的丁丽华、庄严、江达、庄仁聚、黄宏仁、桂丹秀霞。以及为着咱教会所有的长辈健康平安来代祷。第三，请咱为教会青少年的身心灵甲课业来祈祷，为升学的升大学，甲钟硕恩、刘以义义名。第四，请咱为适婚的青年婚姻来代祷。第五，请咱为咱的姊妹教会、韩国福林教会、自治教会。甲德国党员来代祷，接续咱来吟上吟圣诗507首。吟诗刷请怎么书就得。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之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灭道避讳。